这什么品种哦？哦，我咖啡王，咖啡王，你甲问，好，你甲问一遍。诶，这个王先生啊，这是什么？不是王先生，你不是叫我我咖啡王啊，亚比王？我不是咖啡王诶，咖啡王诶，哎，唔是，那咖啡小诶，唔是安尼啦。你问一下。阿比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到底是要叫好啦好啦咖啡王就对我啊？来讲啊，咖啡王，请教咖啡王，这是什么品种？你即摆是什么所在？即马花莲啊，花莲，台湾花莲品种。这什么品种啊？什么品种啊大哥？这叫做铁皮卡，阿拉皮卡的铁皮卡。哦。咱这会当做茶，搁会当做咖啡，啊，有法度做酒。这宣布会当做酒吗？会会当做酒？安尼我问你，这个物件，譬如讲伊来做酒，伊是铁皮卡嘛？是毋是叫皮卡酒？嘛要讲卡酒啦，是叫铁皮卡酒。铁皮卡酒，铁皮卡酒，铁皮卡的酒啊。铁皮卡酒，安尼啦吼。